第11首诗歌《清心的人》。清心的人，必然看见伊的心，手结清心的，就可徛伫伊身上。我要敬拜我的心，我要徛。心的，就可徛伫伊身上。我要敬拜我的心，我要徛伫耶和华的殿，我要举圣洁的手，我要敬拜我的心。我要敬拜我的心，我要徛伫耶和华的殿，我要举圣洁的手。